新牛仔，欢迎收看今日1月18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嘉义市强和市场一栋2楼的铁厝，今仔日半暝啊2点外熊熊倒火，火连续烧4栋铁厝，家在内底拢无人。虽讲火伫半暝啊3点半已经拍花，也毋过内底点头，专家家私全拢烧了了。即马倒火原因也伫调查。 消防车一台线一台驶来，因为市场内面的铁皮厝导火。18透早2点43分，嘉义市消防局接到报案，讲强和市场发生火警，随赶到现场布水线拍火。有民众讲，半暝看到铁皮厝的2楼伫咧呛烟，赶紧报警。我就看遐咧呛烟，我就走去头前叫迄个较救护车，迄个叫消防车啊。迄差不多几点的代志？ 头10分前吧，看到迄阮新民岛顶头伫咧呛烟啦，我就行出来看，遐规个拢烟，甲我隔啊遐就隔啊迄间就内底伫咧烧啊。铁皮厝的2楼火烧甲正热，还佫一直呛乌烟。火是一直炭烧4栋建筑物，烧到铁皮拢规个变形。消防人员用电锯甲铁门锯开，由水线入去内面拍火。好佳在即寡铁皮厝拢是做好打使用，内面无大人。 那到了现场哦，现场是一个铁皮联动的一个建筑物哦，那火势很猛烈哦，那有扩大燃烧的危险哦。那我们目前哦提升为3级火警哦，那全面在防止燃烧当中哦。真侪打业者半暝接到通知赶到现场，也即个内人目睭金金看到大火一直烧。 因为这款铁皮厝拢是一栋线一栋连做火，业者做生意的家私拢伫咧内面，也拢互大火烧害去。火伫透早3点半拍花，不过市场的门牌号码真复杂，所以导火的所在也个导火原因也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桃园病院菌株感染，嘛影响附近的店头无生理。国税局即摆决定讲，1月份到3月份，针对规模较细间的店头，会减扣营业税，上济会当减3成。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讲，桃园病院按算伫明仔会当恢复营运。 伫咧过年期间，无个新增加本土病例，进前部立通病院发生以来感染事件，造成21个人确诊。目前已经有8个人解除隔离，毋过也有2个重症，也搁伫咧加护病房接受治疗。有一例本来过年前是看起来是快要好转，不过后来有后发续发性的一些状况，其中有一例最后但用呼吸器还是没办法维持，就也上了叶克膜。部头事件危机解除，暂时通过疫情考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整体报告拢算好，若是部头上紧预计伫咧19、85恢复正常的营运。嘛建议试办部头接触者的自主提醒 App。那他的手机的画面会出现一个告警，那这个告警会通知他可能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这样他就有这个依据可以来跟我们卫生单位或医院来进行一个通报。 好，包括这个分仓分流，好，包括这个实名制登记的电子化，好，这些作业都可以完成的话，在这个19号，好来出席他的这个重新营运的这个典礼。部头过年前发生疫情，护士科业店家受到影响，生理是稀累的，所以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从1月份到3月份减收小规模的店家上济3成的营业税，预计有40多间店收回。最好是不要给我们拿了，真的这几个月真的不要给我们拿那个税。当然是越少越好啊，7折也没多少。 受补助的方案也是有真侪店家反映讲，无强来做减税的对象。毋过，部头群组感染事件发生了后，到即马解除危机，总共超过1个月。店家即马上希望就是疫情经过，互生理赶紧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今仔日台东半暝啊有小连续发生2摆地震，其中一摆是半暝啊2点38分，地震的规模较大，有5.2，上大震度伫台东有4级。啊，若伫3点07分的时，又搁发生一个规模3.3的地震，上大震度共款伫台东是2级。接来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寒，来看温度。 今日水气已经减少啊，会转做大冷，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早起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较低，上低温出现伫新北市的双溪，敢若有9度。气象局有针对北北基、土地苗、宜兰及北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啊，那即时开始温度会小可夜悬回升，毋过即时暗时温差较大。
明仔透早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上强的时阵，按算中部以北依然低温是伫10度左右。不过明仔日时开始，冷气团就会减弱，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咱台湾去年拢无风台，而且这阵雨嘛落无介济，看这个办势，水情是无啥乐观。经济部昨昏已经宣布讲，嘉义、台南对25开始水量会减少提供。努力行路的人穿着高高的外套，才会初六开工日。北台湾首先明显感受到寒冷，透早的低温下降到摄氏12度左右。气象局提醒，随着强烈冷气团落南，全台各地哪暗将会哪寒。拜五透早将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温度上低时阵。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预计在明天一整天到周五清晨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明天一整天来讲，虽然说水汽上面比今天减少了，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的降雨。不过受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其实白天的气温回升不明显。拜三日暝了后，各地有感降温，台南以北低温下降10度以下，受到辐射冷却影响，透早甲日暝的低温有机会来到8度左右。随着水汽减少，拜四起转为大冷的天气形态。气象专家分析，所落来春雨甲梅雨信号拢非常的弱，水情继续吃力。经济部早起召开水情会议，确定决议嘉义县市甲台南市自25起将调整做减量供水。2月25号开始调整嘉义及台南的水情灯号，由原来的夜间减压供水的黄灯调整为减量供水的橙灯，而彰化、云林、南投、高雄调整为减压供水黄灯，连江地区为水情提醒的绿灯。控花会议也进一步扩大疫苗以南的工业用水管制措施，不排除后续也会看水情变化逐步提升。经济部强调，去年以来遭遇到52年来头一摆无风台过境，严重控花排解，加上目前有测春雨量少，进入控花艰难时刻，呼吁中央到地方各单位一定加强配合，全面同齐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交通部高工局统计讲，最近这几天国道顶悬车哪驶物件拉落的案件直头增加，因为车速紧，让物件会害到后壁车。去年有要花45000件，比去年增加5000件，所以对2019年开始，物件若是落落来处理的费用，要由驾驶人也是所有人来出钱。阻碍车道每半点钟就要收3000块。来看澎湖日报。一团媒业创办人李志英，佮互香港政府指控新的罪名，伊伫家内底封掠。香港政府是指控伊涉嫌协助要逃亡的香港人，嘛讲伊要求外国制裁中国甲香港。李志英申请交保自本港伫今仔日要开庭审理，不过即马又佮互指控新的罪名，互交保的困难度大增加。来看自由时报。台湾产险在顶个月有卖枫叶保单，卖甲写叫，收到超过300万张的保单，保费的收入有15亿，等于是全台湾有1成3的民众拢有去买。到昨为止，因有收到3件申请理赔案件，若是文件齐全，上紧伫今仔日就会理赔10万块出去。来关心国内昨昏有新增加一个对美国入来确定病例，这个病例伫美国捌胃着病，等来台湾2个外月，因为又搁要出国，所以就去做采检，才验出阳性的病毒。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嘛讲，秋冬的防疫专案原本是到2月底，也不过看这个办事时间爱搁延长啊。边境的管制嘛袂使放零，居家检疫1人1户，这个规定嘛继续。农历春节连假结束，开工日即天，国内新冠肺炎也新增一个境外移入病例。939例是本国籍50外岁女性长期住伫美国，去年10月2日伫当地确诊，伫厝隔离1个月了后，再次检验是阴性。个案去年11月底返台探亲，到达无症状，今年2月中旬因为出境需要，自费到病院采检，才阳性确诊，肺清抗体也拢是阳性。整体来判断，它基本上它就是在早期在美国的感染，然后已经变成没有传染疑虑的状况下，那再被我们在从检体里面看到还有一点 RNA 的残余存在。随着新冠肺炎疫苗上市，并且得到紧急授权，
各国也开始做疫苗，对台湾到底敢要买中国新冠肺炎疫苗，最近引起一寡争议。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疫苗采购需要符合安全有效法规会当买，有人愿意用定4大关键。在安全有效这边，我们觉得相关的技术性的资料不够完整。那对于就是说可以买或不可以买，但法律上现在是不可以买。那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用。此外，考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严重，加上新冠病毒变种速度紧，陈时中表示，本地实施到2月底秋冬防疫专案应该会延长，边境管制未放零，一人一户的检疫措施也会继续。不过考虑到2礼拜了后，开放高铁当天帮助食物件，互大家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4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加共938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已经超过4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8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997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357万例。来关心中非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有西非的国家几内亚，小连续发生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而且拢有出现死亡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即马警告讲，包括西亚山共和国甲西非6个国家，拢有可能会爆发疫情。世界各国为着新冠疫情伫无用试试，非洲2国率先连续出现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的感染病例。路透社上新的报道指出，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甲西非的几内亚拢出现伊波拉第4病例，其中几内亚有10个人若受确诊，5个人致病死亡。这嘛是几内亚5年以来头一届佫出现伊波拉的病例。Last week, an outbreak of Ebola was detected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4 cases have now been reported and 2 people have died. Yesterday, authorities in Guinea declared a separate outbreak of Ebola in the town of Gueke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country. 几内亚的卫生部门指出，这波疫情的患者拢捌伫咧月初参加过一个护理师的丧礼，推测因伫咧传统仪式当中接触到体液，转来去用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症状包括发烧、筋肉痛、吐、走白，还有出血等等。同时包括中枢神经损伤、甲多中器官衰竭，致死率是伫咧25%至90%，平均超是50%。2014年到2016年之间，伊波拉伫咧西非地区大爆发，造成超过28000人致病，11300个人死亡。为着避免疫情搁一届来发生，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开始疫苗的注射行动。几内亚的世卫代表基泽博马表示，会伫咧72小时以内，甲疫苗送去因国家。I'm pleased to say that vaccination started today in DRC, and so far, 43 people have been vaccinated out of 149 eligible contacts, including 20 people who were vaccinated during the previous outbreak in 2019. 几内亚发生疫情，附近的国家西亚山共和国还有赖比瑞亚拢唔敢放令，嘛拢提悬警戒。世卫组织警告，西亚山共和国、赖比瑞亚、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索、马里还有树叶海华等的6国，拢有可能发生伊波拉疫情的风险。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美国的德州热暴风势已经造成几若百万户停电，有21个人死亡。这个所在因为电力系统结冰，所以无电无烧气，这款状况还该继续几若天。附近的州也搁有德州的4颗雷啊，嘛受牵连嘛停电。那这场大势嘛影响预防车的配送。伫美国德州几落百万居民无电通用，即马也有真侪居民拄到水管白开的情形。路易斯维尔市消防队已经接到真侪这种通报。They go from one call, turn the water off, get another call, go turn the water off. When the water freezes, it expands. PVC pipe that's really old is especially brittle. 德州创纪录的大势，伫17项也个落冻雨，天气遮尔歹，已经2天无电通用，无法度开烧气。We've been hit hard by nature this week, but we can't deny that some of this is a man-made disaster as well.
负责德州高社电力的德州电力调度中心讲，已经提早1礼拜营运这场大势。不过，10早起情形恶化，造成发电厂无法度发电，有一寡风力发电机拢结冰，当时当恢复供电也唔知。The ability of gas generators to produce, particularly at full output, and we had to reduce the demand to get the supply and demand back in balance.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目前大西落冻雨的情形正伫咧向东平线，唔让德州受影响。同款也发生停电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无电通用的情形恐惊会继续。密西西比河的下流的山谷、维吉尼亚州加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会有大量的结冰，这也是大停电的主要原因。这场大势也影响疫苗的运送，有4个州已经甲预防车注射中心关起来。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头尾1个月，拜登10分钟算甲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头摆通电话，外界解读讲拜登的中东政策应该会改变。来看美国要恢复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外表示讲，因伫这个月底就会立钱予 WHO 今夜大约是新台币56亿。来看中国的海警法实施了后，海警船常常撞入去钓鱼台。日本领海这所在，日本表示讲无排除要伫钓鱼台投武器，要甲中国船赶走。那为着避免，互咱台湾的船甲中国的海警船去拦着，咱海巡署即马船舰顶头船身按算咧增加台湾在英文字。总统府的发言人表示讲，这是总统蔡英文下令要求的，嘛讲这执法的时会当互国际上知影这是台湾的船只，会当增加咱的安全性。停伫港边的海巡署舰艇新北舰艇，船身加新立对原先的 ROC Coast Guard 顶面增加台湾联样，就此避免甲中国海警船南斗阵来做区别。总统府发言人张敦顺证实，下达指示的正是总统蔡英文。那去年12月11号，蔡总统在主持安平舰下水典礼时，那当然有看到了这个国舰国造的进度。那总统也表示说，如果未来能够在海巡的舰艇上面涂装台湾的字样，让海巡在第一线执法的时候能够更清楚的被国际来辨识。张敦顺强调，台海周边一年大约有30万架次各国的船会经过，加上中国推动海警法，无清楚海峡冲突可能上升。海巡舰艇加上台湾联样较好区别。海巡署讲，即阵已经完成新北舰、澎湖舰这舰艇的台湾联样，后续225架大小型的舰艇，已经服役的各军队利用税收的时阵来进行。而新的舰艇是落水服役进程也来完成。台湾跟中国在使用Republic of China 的这个字样，能够搞清楚的商渔船并不多。现在来进行海域执法，做犯罪打击的是台湾的海巡署。对国民党立委这期，从来捌听到海巡舰艇甲中国海警船，我袂清楚。如类是讲过去执行不明目标查证，定来造成困扰。即阵经由正名加上台湾的联样，真好区别。这对着反制中共普设地带冲突的操作有帮助。另外，也有可能甲中国伫台海部署头一只5轻动级救助船海巡控六，讲话伫台海执法有关联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昨昏去拜访咱国内3间当地研发预防射业生技公司。赖清德是表示讲，面对疫情，咱台湾一定要行出家己的路，政府会用行动来支持咱国内公司，放心来研发预防射、生产预防射，靠家己保护家己。正在找人开工，副总统赖清德用行动支持台湾疫苗的研发甲制作。伊分别参访国光生物科技公司、高端疫苗生物制剂公司、加联亚生技公司3间国内疫苗研发公司。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处处受到中国的打压，连保命的疫苗都有可能受到外力不当的影响跟干预。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是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详细了解疫苗研发甲制作的进度，副总统讲，徛伫咧国家战略角度看，国内家己研发疫苗是一定要行的路。目前政府采取国际采购甲国内研发并重。去年台湾防疫工作较成功，后一个大重点就是疫苗。
那特别是在国内的疫苗研发方面呢，我们也请卫福部呢能够协助各个疫苗厂商在研发费用的补助，然后呢能够适用 EUA， 并且能够预采购，给予我们国内疫苗厂商最大的支持。赖清德讲，政府正支持国内疫苗的生产甲研发。以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台湾需要有国内疫苗厂商，除了对生物科技产业有帮助，也希望会让建造一座疫苗的护国神山。目前高端疫苗的进度上紧，去年12月底已经核准执行2期临床试验，联合生技也伫今年1月底开始做2期修案。因那国光生技是针对1期临床试验的质量重新评估探索临床试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甲航港局、台湾港务公司经过协商，决定要甲韩国瑜做市长的时阵，拍算要做的爱情摩天轮的预定地，摕去做白项开发，要改做阿湾2.0的计划。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提出来爱情摩天轮的开发案，进前搁捌有国外团队设计图，毋过落尾因为土地取得问题，转来画暂停。即马陈其迈就任市府团队决议将摩天轮的原本预定地打造做阿湾2.0，和外界认定这是好国开发案。我想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新的创意、新的商业模式。事实上，也有一些国际的厂商，已经来跟我们市府也好，或港湾公司来洽谈整体的一些开发。过去摩天轮的开发案，其中3个预定地经伫咧高雄港第20港区，希望将摩天轮打造做地标来带动观光甲爱情的产业链。若是陈其迈想要甲第20港区结合特别完工的旅运大楼，还有4月份要启用的流行音乐中心，而且还有附近的大港桥等等。除了带动观光，嘛希望招揽所谓内容的产业入来，将做亚洲新湾区5G AIoT 的创新园区。大家比较会有一个新的地点来这里，就是来这里消费或者是观光啊，因为这新的地点比摩天轮好太多。对，这个空间算大，所以没有做一个特大的一个地标，比如像摩天轮这种的话，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附近有轻轨啊，然后最近那边人也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边对经济发展应该是蛮不错的。第20港区的分期分区开发，第一阶段是伫咧大港桥边啊，设普空局医生活剧场。今年过年已经开始试营运，吸引真侪人来。不过具体的开发提案还搁伫咧规划当中。新市府团队的想法，敢是会当实现，该等待时间来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少年人爱交朋友嘛，就爱细致。有一个陈小姐，伊去参加活动，熟悉一个姓吴的大学生。嘛，甲这个大学生绍介互伊的朋友，一群人做伙食酒，了后困共一个房间。半暝半说，互这个姓吴的大学生骗说，过去这个大学生的学校。学校讲，伫今仔日，因要召开性平会议。我跟他不认识，只是同一个社团的好友的关系而已。因为参加同一场的活动，陈小姐甲4个大学生熟悉，斗阵到因朋友因兜借大，无想到却是引狼入室。未经过我本人的同意，他直接掀开我的内衣，然后进行摸跟舔的行为，我真的被吓到了。然后我就跑去厕所去厘清现在是什么状况。根据陈小姐的讲法，时间发生在去年11月15透早，因拢困伫同一个房间。伊甲李姓女子 A 男原本熟悉，大家拢有啉点酒。A 男先困去，4、5十个人先看到李姓女子的身体做着反抗，所来甲目标转向陈小姐。伊行一个面壳来拒绝，并且保持甲朋友通电话，一直到4、5十个人离开。伊尾也才困去，不过这款的过程，互陈小姐感觉真无爽快。伊事后毋若去看精神科医师，也一直想办法，袂互家己成做点点的被害者。当下马上就是在10点左右的时候，在社团发文，请大家注意这个人，然后也跟管理员讲，请大家将他退社。之后底下就有一连串的留言讨论，他们说这个人在上个圈子也做同样的事情很多次，然后名声臭掉了。收留别人做，并不代表说我活该要被强制猥亵。虽然陈小姐事后发现，早在事发迄天，4、5大学生不团性质该下室内，不过为着捍卫家己的权益，议员决定提出告诉，也向4、5大学生就读的学校来投诉。学校会在18进行性平会头一摆的调查会议。今年的1月25号啊，我们有介绍对方啊，正是提出来的申诉，然后预计在明天2月18号，我们会来，这是第一次的调查会议。因为参加活动熟悉，却是衍生过度的身体接触，互陈小姐心内有阴影，也互性病事件再度引发重视。记者综合报道。
少年人交朋友一定爱细致，即马有民间团体就表示讲，若准不幸去拄着性骚扰、骗骚，爱确保家己的安全，这是第一要紧。啊，那第二是收集证据。有其他相关的证据都可以做整理，然后就是到这个社会局去做这个性骚扰的申诉。伫性骚扰的咨询电话，妇女团体详细说明甲被害者救济管道。啊，毋过若是拄着性骚扰时阵，甚至是性侵害，上重要也是要确保家己的安全。第二，则是尽量来收集证据。记录一下时间就发生的人事实地物，因为这个作为之后不管是所谓的行政申诉，或者是进入司法调查的话，其实对你来说都会是一个证据力的保存。网络愈来愈普遍，真侪人加入人并且社团，也是来交朋友的 App 等等来发展朋友圈。因为网友的关系所引起的性侵害、性骚扰事件嘛一直在发生。根据卫福部的调查通报统计，2019年17000多件性侵害事件当中，其中2个人的关系是网友所通报的案件有833件，啊，若是性骚扰事件，因为收集证据无简单，通报敢若672件，其中2个人的关系是网友的性案敢若35件。妇女团体表示，性骚扰伫咧司法顶悬告诉要成功，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啊，毋过摕到证据是真困难，提告常常拢会失败。但是一般民众毋知影，其实经行政申诉的定数，买当争取权益。它其实是行政的申诉调查。那刚刚讲到，如果双方是学生，那它就会符合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的学校园的性平机制来启动。妇女团体表示，目前适用伫咧行政申诉的法规有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别平等工作法，啊，还有性骚扰防治法。被害人会当申诉的单位，若准讲是学生，会当透过学校；集场会当透过公司，或者是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除了透过司法调查，阁会当透过行政申诉来启动相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台中市的环保局是预告讲，按算要甲台中港地做是空气品质的维护区。若准是大型的柴油车无经过排烟检验合格，就袂使驶入去内底。这款的规定可能会影响到4000多台巨型的柴油车。若是讲到台中市的 PM2.5的污染，大家拢会受到台中火力发电厂。啊，毋过台中市的空气污染有3成是拄车等等的移动污染源内的。为了进一步管控大型柴油车的污染，环保局预告要甲台中港划做空品维护区。要入来柴油车必须伫前1年以内经过排烟检验合格，意思就是讲大型的柴油车必须逐年拢通过电检。它代表说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车子好不好。第二个也凸显让他知道说污染这么亮，相对就是耗油量多，提醒他环保署在汰旧换新，也可以来争取补助，然后换新的，它可以省掉这些麻烦。目前法规并无强制大型的柴油车必须像汽机车同款逐年定期检查，若是无受检查的处罚。例如车主较无注重保养，排放的污染量较大，环保局这机动会让车主更较注重车辆爱符合排放的标准。受到影响的超4000台老柴油车，公告要经过环保署核定。这个大方向来讲，我们是支持啦。对于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利害关系人啊，或者是被限制的对象等等，要去做好相关的预告沟通的这个程序。1日期的柴油车 PM2.5的排放强度超过3期以上的4倍。为了管制，环保署要提出要加严排放标准，煞抵输老车的车主大反弹。政策如果是失败，发暂停。了后调整做7大方案，连车主保养车辆嘛拢有补助。环保署指出，这2年甲旧车换掉的数量已经超过目标6000台，几啊年落来已经开78亿的补助，预计会当互一半1期到3期的老柴油车来退场。啊，若是另外一半，若是会当符合排放标准，就会当继续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有一个负责人看到牛母带牛仔囝，感觉真古锥，就挖过去要翕相，结果却互牛角去踏着。专家就提醒讲，动物保护幼囝这是本性，所以若看到，远远看到好，唔通挖过去。妇女人表情痛苦，方光上救护车。拜三早起，伊经过台东车站附近一处空地啊，看到民众放养的大黄牛，有甚物缀着一只牛仔囝，感觉真古锥，想要翕相，就赶紧摕起手机啊，就去互牛母攻击。我看伊地牛宝宝要甲翕相，结果搞爆冲啊弄。都会去拍，都会去动手去摸它，这样实在很危险。
附近民众讲，进前就捌看过即处空地啊，有人放养牛只，有时阵无用锁啊锁着，想要到就发生即款的意外。好在在附近人的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台东县动物防疫所表示，地东地其实有袂少放牧的牛只，这件案例可能是因为民众想靠近地区，牛婆烦恼牛仔囝互攻击。任何动物，你只要一去侵犯它的小朋友，它绝对是一定是保护的。一般你侵犯它的领域，它都会有一点攻击性的。防疫所分析，动物啊除了有保护幼犬的母性，也阁有临血感。民众若是靠近，阁提起手机啊，有会动手的感觉，较会互动物啊叫是人类侵犯领血，阁会发动攻击，自然就会有防御的反应。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林，分林关中乡有社区是请老师来教庄仔头内底阿公阿嬷用包水果歪来的一落架，歪来废弃物摕来做材料，加爱大大的来做工艺品，回收再利用，嘛传达环保的观念。老师伫头前甲阿公阿嬷一步一步来解说，因为即摆手艺课程真特别，要将一寡原本包水果的落架变成一支搁一支的稻穗，毋但好食的时代会当活动因的手指头啊，也落实回收再利用的观念。材料随手可得，一般的那个水果哈，那包水果的那个套袋哈，我们丢去很可惜，我们就把它拿来利用啊，利用就是把它剪一剪啊，做一只很漂亮的稻穗，大家可以动动脑啊，动动手啊，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嘛，毋忙透过这款课程，让阿公阿嬷有较侪机会去运用手目来减少因失灵的风险。因为我乐龄有排那个爷奶手工艺这个创作，所以这个课程我有每一个星期都有排一堂课。互因对老大人也当工手、当读课，延缓他们的收入。社区针对时代特别开课，好遮阿公阿嬷会当哪做哪学，大家对课程也拢是真娱乐。不错啊，可以让我们动动脑、动动手，可以手脑并用手脚灵活。这都看戏的欢喜啊，系啊。安尼做起来有好看无？有啊，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今仔这是做环保资源回收了后摕起来的物件，咱用废物利用，所以做这个蛮简单的一个花。这个课程毋但互时代会当用手指头做运动，伫制作的过程当中，嘛更加了解回收再利用的观念。透过这款实际行动，有影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这阿公阿嬷也是愈做愈活力。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草屯这几年拢在种金龟，农民家自己稻作改做种金龟了后，农会斗相共辅导，嘛加入生产履历，要提悬金龟品质。即马是进入采收期，也毋过因为伫成长期的时，雨水较少，所以今年金龟的产量嘛有减去。辣子金龟是南投县草屯的高经济作物，但因为旧年生产期气候上过烧热，只是讲即摆金龟肉质拢较大，甜度也无用过好。迄阵种的是烧热，烧热成长紧，成长紧的是鸡仔身本身会较拍一丝甜度当然是嘛会较差一丝丝啊。农民伫2万10几年前就开始种辣子金龟，种作的经验互伊有真好的技术。毋过最近这几年，伊开始加入去生产履历的行列，希望互消费者食着安心。今年搁伫比赛内底得奖。增加这个生产履历用药的这个安全这个问题，所以讲大家渐渐啦，整理这个栽种的但嘛渐渐了重视这个生产过程用药啦，还是这个品质大家拢有咧讲究啊。因为辣子金龟是高经济作物，愈来愈侪农民投入去种植，嘛有农民表示讲，种这比种稻仔的收入更较好。技术啦、地质啦、管理方面，大项拢气候拢可能拢加减有差一寡款啦。农民看通至少有法度加减增加收入是事啊无啦，就加减种安尼，算种起来都比较
甲猪啊呢有比猪啊较好一丝。种出好品质，人客食好斗相报。农民透过自产自销的方式，望变出一条新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春牛闹彩彩，新正年头真侪公庙拢会抽国运签。验过国运签是即几档媒体日报才安尼讲的。因过新正年头，庙里抽的拢是或者公签，或者是四季签这两款。跋杯抽签寻求神明的保庇，这是真侪人的信仰。若总统府嘛有对外回应讲，国家的运势爱靠全体国民，就亲像俗语咧讲的，也着神，也着人。每年新正真侪宫庙会抽国运签，嘛因为安尼，当年度抽出的签诗要安怎解说，也会引起真侪讨论。不过有民俗专家表示，传统宫庙抽的毋是所有的国运签，是代表当地状况的公签甲四季签。龙年门天后宫总干事嘛表示，国运签毋是正式的名。按正来讲，国运签是拢抽一支是几年的啦。但是其实咱的运度有分四季啦。以阮遮来讲，阮拢是以四季，所以阮咧拢讲四季签啦。民俗专家指出，按照传统的民俗，宫庙会抽出四季签甲公签来代表当地的状况。公签是预测海潮、渔业、农业等等的自然运势，四季签是预测在地一年四季的社会情势。这两种签长久以来成做当地民众兴趣的禁忌。大公签咱可能就是话各行各业吼，像讲伊有这个水稻，可能是渔业，嘛有这个农业吼，四季就是咱地方吼，可能一年四季吼，这个时间点吼，无同款的这个社会情势。文总还嘛认为，公签即摆会变做大家所讲的国运签，其实是宫庙甲媒体合作出来的产物。媒体有这个需要去甲宫庙做这个结合。所以为着要炒作一寡议题，所以伊可能会甲这个公签甲无限扩充。专家提醒，宫庙的公签甲四季签原底是根据各地的需求发展出来，甲在地较有牵连，无一定会代表规个国家的情形。公签、四季签、国运签的缘由甲变化，希望民众会当有较深入的认识。记者郭碧君、庄佩文综合报道。正月20，元宵节是客家的天传日。新德馆今年点新宝的花残有规划一系列的艺术展览，带乡亲咱先做伙来看。在地彩绘老师用女娲补天做主题，创作今年新德馆天传艺术展览的主题，象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开始。主题特别采伫咧有200多栋历史的新德馆古迹新宝潘家古厝头前。民众来家除了会当看灯会，也当看古厝。春夏秋冬已经开始运转了，所以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事情才从这个民间故事这样流传起来。所以我们今年就采用这个意象。天传日是客家庄特别重视的节日，对客家人来讲，意思就是开始一年的工课，也有资源永续发展的意义。就是过了天穿以后，农民要开始忙，要耕作了，所以天穿日是这样子来的。天穿日过后，天气春天来临了，会下雨的，我们农夫要耕作了。除了有朱灯加古迹通看，另外一个一片花海加几落款的花灯，过无几天就是元宵啊！民众会当来遮看灯赏花，也让更加了解这项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喜欢去庙埕看人搬戏，若细汉囡仔看到咧搬布袋戏的时，嘛拢会走去戏台边偷看演员伪装准备。即马屏东的潮州戏剧故事馆就举办歌戏戏人的展览，拍开戏人内底秘密。讲到戏人，就是演戏人员伫咧戴服饰道具的箱仔。若是愈侪卡戏人，就代表一个叫小愈清。戏箱内面是底什么款的物件，是大家上想要知影的宝贝。伫屏东的戏曲故事馆，这回也用戏人做主题，来看歌戏演员的各项宝贝。这次屏东戏曲故事馆，其实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以歌仔戏、布袋戏还有皮影戏这3个剧种去做相关的展演或是展览。那这次我们特别是以歌仔戏的戏龙乾坤去做一个主题，那主要是希望民众从以往在前台欣赏歌仔戏的这个角度，可以转往从后台，可以知道就是歌仔戏它的后台有哪些很神奇的地方。
方或者是秘密。这回展览的服饰包含歌戏每一个时代无同款的风格，有台湾绣罗、镜皮啊，也有变体加电视歌戏的戏服，甚至连头叉也有传统台湾歌戏的小段大头，到叮叮咚咚的大头风啊，就是希望透过拍开戏箱的展览，让民众对着歌戏的戏台缩影，深深体会到台湾歌戏的艺术。那安尼生要囡仔来参观，用浸水式教育方式，和文化教育对细汉开始。除了让我们民众了解我们的戏曲以外，我们更加让我们在地一些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我们现在潮州幼儿园让我们的小朋友下一代能够更了解我们在地文化、戏曲的文化。展览唔有戏箱内面的宝贝摕出来展览以外，还有准备戏服，通好互民众做体验。唔但会当参观，看是要装作是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体会到人生大舞台、戏台小人生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自教会 violin 的音乐家林品任伫台湾出世，后来去美国进修，伫国际古典乐坛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受疫情影响，伊去年留伫台湾，嘛因为台北教育大学高正几两摆，即马伊总算答应讲要留伫台湾教册。自前到今无公开合照过。林品任甲列夫·索罗多夫尼可夫同齐演奏维尼奥夫斯基第4首上violin随想练习曲。宣告休馆了后的新学期，两个人将这做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的专任助理教授。贡献我一点点学识，在国外包括一些比赛的经验，跟在 Curtis 啊，或者是在茱莉亚的这些学到的一些经验，能够提供给台湾的学生。I have no reasons why not. Many points to be here. 台湾violin界的王力宏、罗西亚音乐家的现居王子，欧亚两大violin家2年前因为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合作大师班结缘，迄个时阵起学校就想要聘请，也毋过林品任29岁，烈夫34岁，演出才是重心，一直拢无点头。结果去年侵蚀全球的疫情，竟然变成阻力。回到台湾贡献自己所学的，一直是我的梦想。只是这一场让他提早了可能20年吧。麻烦你们来试看看。那如果说1年2年你觉得真的不妥那我们就只好 say goodbye。不过至少说，目前我们可以希望他们来贡献我们台湾。林品任讲，疫情拍乱规划，也予学校成立感动，回台贡献才会提早20年。学校讲拄好有2位老师退休，也有单程薪水方案做靠山，才会当一群聘请2位名车级的国际一流演奏家，期待为培育台湾本土violin家注入更加侪活水。记者综合报道。过年送礼，真侪人透开拢会爱笑讲，即马送的礼拢是假包装的较济。即款包装是一元包过一元，即嘛造成环境的负担。台北市的环保局就统计讲，伫过年即阵啊，抓类的本数会比普通时啊加1倍。贴几堆的纸板甲纸，真侪本地是送礼用的包装盒仔。台北市的内湖清洁队对年节到达，就收到真侪回收物，比平常时加买1倍。回收啊，2月份是有比较多，比1月份来讲，日平均呢，2月份日平均都差不多44公吨，1月份的平均是21公吨，的确是有比较多，增加快1倍啊。亲像水果、家电包装贴落来本数满4格，环保署嘛表示，伫5大节庆之前，拢会请各县市加强稽查。去年检，毋过也发现，较会过度包装的，就是食品类甲化妆品。配合民众愈来愈重视环境保护，环保署嘛有意进一步研议加强修法，对礼盒包装来管制。现在的确，我们发现市面上有一些的礼盒那还有过度包装的一个情况，目前也正在研议中。不排除我们会去加严的管制包装的一个层数或者是它的容积比例。早伫2005年，环保署就捌公告，对4大礼盒甲电脑光碟的包装做限制，像糕仔饼的包装数量爱3元以下，其他3种是2元以下，爱用单一包材。
外包装起伫内底物件的体积，比值爱伫1以下，也就是讲外包装爱比内包装搁较少。未来敢会扩大限制。环保署表示，这个部分阁会收集多方的意见，希望废弃物减量，嘛建立民众先意到比包装搁较重要的观念。记者林雅文、林雄凯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咱来看做爱心会当去捐钱、捐物件。啊，那法国即马嘛会当捐票价。法国有一个慈善机关鼓励企业员工捐票价，你捐你的票价，安尼头家就捐薪水，钱就摕来帮助有老无厝的家友。2冬来已经有500多个家友受惠。但是妈妈史黛拉最近带2个囡仔搬入去里昂市郊区一间茶厝，伊开门迎接来探访因的志工时阵，笑甲真欢喜。史黛拉是刚果人，3年前到法国寻求庇护，一直无大的所在。去年11个慈善机构安排伊住伫咧茶厝，一直到找到永久大的所在。We're really comfortable here. We're warm and we feel at home. We have our own chalet. We don't have to share the kitchen or the bathroom. It's a lot better than what we had when we were living with other people. Their mothers are really happy here. They're able to rebuild their lives and their families.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who know what it's like to live on the streets and lose their privacy. 附近这种茶厝有7间，专门提供给伫咧路的流浪的妇女甲囡仔大。推动这项计划是一个叫做可能性公司的组织。可能性2019年由一位好野人创立，因甲企业甲慈善机构联合做伙，最近帮助里昂无家可归的人。因协助的方式真多，捐款、分享专业知识，或者是免费借厝给因大。上特别的是，请员工捐年假。Employees can choose to sign up for one of the volunteer projects, but if they don't have time to spare to volunteer, they can give up a day or more of their annual paid leave. So it's flexible for them. 捐年假就是讲，员工伫休假外休困，迄工嘅工资由头家捐予可能性公司，捐款所得拢用伫游民的相关计划。这种弹性可以当帮助别人的方式，真侪人做。像某个集团里昂分公司员工，过去2年就捐133天的年假。Our employees chose to give up their days of annual leave, even though they had the option of carrying them over into the next year. Employees have come to see me saying they feel helpless by the misery right now and don't know how to help. This scheme allows them to help out. 到即马有60间公司参加计划，目标110万欧元，差不多3600万台票，为里昂550位街友提供庇护所。可能性公司也讲，去年因为疫情，无家可归的人变多，因过捐赠者也变多。在上困难的时期，更较侪人是纯做援手斗相共，唔是当做无看的。公司新闻齐焕玲报道。自2021年，美国上大的独立电影展日本影展受疫情影响，即马改伫线顶播送。来参加展览的电影，去年还有118支，毋过今年是落到一剩72支电影。虽讲规模救水啊，毋过因为放伫网络，电脑吸引更较侪人看。伫路的车大回，还有民众伫咧过车路。这是去年1月伫咧美国犹他州所办的上大独立影展日本影展的情形。今年受疫情影响，改伫咧网络串流影音平台进行。因过真侪演员甲制作人拢真恶恼，讲伫咧网络顶甲别人的交流会当更较亲密。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something nice about getting to have real conversations and deeper conversations, because a lot of times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festival means that things are really fleeting. Getting into any version of Sundance is exciting. So we're just thrilled to be a part of it. There's like an IndieWire chill VR party that we get to go to. So that's fun, and lots of Zoom meetings and stuff. 自顶个月2月开始，7天的日本影展差不多拢改做线顶伫咧播放。参展的电影自去年118部变做今年72部，虽然规模有缩小，也个改做线顶。有一寡演员也透过真像Zoom这种视讯互动平台宣传影片，因过电脑会当互更较侪无法度入去会场的观众，伫网络付费看到这款作品。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just feel like there's more access for people because anyone can log on and get a pass. So that's cool. But it does mean t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et access to the kind of interestingly human stories they don't normally get on their television.
有人认为，伫咧网络办影展上大的危害是无法度知影电影对广大观众的影响。每年日本影展为着要鼓励独立电影，拢会有社会影响力大奖、后一代导演奖、突破导演奖、突破演出奖等项目，用来鼓励伫咧内容甲技巧有更加侪突破、创新甲多元观念的作品。这边影展甲往年同款，积极反映出社会问题。有真侪亲像种族、性别歧视，也个甲疫情相关的电影纪录片，互观众真期待。公司新闻但是党编辑。长暗鹿、麒麟鹿一般拢是卡落落啊，颔棍啊长长啊。英国科学家最近伫非洲发现2只矮，身高无到3公尺，只有普通长暗鹿一半大尔尔，可能是得着矮仔症。若讲到长颔鹿，大家拢知影，就是颔棍啊甲骹拢真长。严格来看，这只长颔鹿，这只叫做吉姆利的长颔鹿，颔棍啊也是真长，严格骹是真短真粗。伊是科学家伫2015年在南非的东部乌干达所发现的短骹长颔鹿，悬只敢若2公尺8。3年后，伫南部的纳米比亚，佫发现一只2公尺6悬的长颔鹿奈吉尔。全世界到即嘛，只敢若发现这2只短骹长颔鹿。It looks like a very young 1-year-old giraffe. So, yeah, we were definitely all very surprised to see it. 保育人士讲，一般的长颔鹿悬差不多4公尺半到6公尺，吉姆利甲奈吉尔只敢若因的一半。科学家讲，这2只讲的长颔鹿应该是骨头发育不良，也就是侏儒症，四肢骹才会特别短。侏儒症伫咧人类也个家庭拢有记录，不过野生动物较罕见。We would probably need to do some genetic work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but we can definitely tell that it is a dwarf giraffe. 科学家讲，这种短骹长颔鹿要进化较无容易，因为因的骹较短，面对外来威胁的时阵走袂紧，反击力也会较差，而且甲母的长颔鹿身悬差伤济，可能无法度交配。科学家也正伫咧观察吉姆利甲奈吉尔，了解侏儒症是毋是影响因的行为甲社会地位。伫过去30年，野生的长颔鹿数量减少4成，大概只敢剩11万只，已经列做脆弱物种。不过最近保育工作做了袂歹，数量有慢慢增加。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咱台湾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含花山早起有落冰。明仔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阵，上低温敢若8度左右。不过明仔日时开始，冷气团减弱，温度就会豆豆的回升。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9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到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